Hello，大家好。既然又係講到貓咧，咁啊，我哋廣府話，如果有人係貓刮咁嘈，咁啊係咩咧？即係話講佢對呢件事好大意見，哇，嘈到飛起拆天咁嘈，嘈到好大聲，貓刮咁嘈。貓刮咧，隻貓咧成日企喺瓦背頂嘅，企喺瓦背頂，夜晚半夜咧，就同隻貓公搞嘢咧，就好嘈嘅，呱呱呱呱，嘅咁樣嘈到拆天嘅。咁點解隻貓咁嘈咧？佢哋響行埋嘅時候，我哋細路仔講都知啦，老虎屌閪一次過，即係中咗你計以後唔使旨意啦，唔中你計啦。咁呢個老虎屌閪一次過，因為老虎啊貓科咧，佢下邊嘅貓公啦，下邊咧佢有肋嘅，有啲倒困勾嘅，咁啊好痛嘅，咁啊痛咧。所以我哋廣州話有句說話啦，就貓刮咁嘈其實係斯文。我今日咧，如果唔講粗口咧，表達唔到我哋廣州話嘅精髓。所以我咧又唔係話咩大學教授啊，比較斯文。我哋啲市井即喺街邊大嘅廣州仔咧，咁我哋咧就講句粗口，就貓屌閪咁嘈。貓屌閪咁嘈咧，即係佢有困啊嘛。咁嗰隻貓乸咧點解嘈咧？咁佢又快樂，但係痛苦，所以咧講句文雅啲話，痛苦但快樂着，咁佢咪又要做，又要怕痛，又要做呢件事，咁啊做嘅時佢咪貓刮咁嘈咯，咪所以我哋廣州話咪貓屌閪咁嘈咯，嗰個來源咧就係咁樣，多謝大家。